邓丽君的传记电视剧《邓丽君之我只在乎你》5月即将播出。女主角陈妍希为了重现当年的军中情人，多次找邓丽君的三哥邓长富讨论邓丽君生前的作品。由于邓丽君的歌曲是整出电视剧的重点，光是版权费就花了上亿元，也让这出电视剧成本高达15亿台币。已故歌手邓丽君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。邓丽君优美嗓音依旧经典，而她生前不论是光鲜亮丽，或是背后为人不知的辛酸史，已经被翻拍成电视剧，5月即将在大陆播出。光是制作成本就耗资15亿台币，其中音乐版权花费上亿元。邓丽君三哥邓长富，他的歌曲版权分属好几家公司，所以我们当初在处理音乐版权的时候，我们就差不多花了4个多月，我们基金会都协助来做。这部剧分别在大陆、台湾、日本、泰国取景，剧组为了还原邓丽君的背景，特地在福州的平潭岛搭景拍摄，还原泸州的眷村和西门町场景。邓丽君的私也会毫无保留地重现小荧幕。邓丽君三哥邓长富，我就想，既然要拍邓小姐的东西，所以感情的部分我们也都没有保留。我们刚好也做澄清，为坊间的传言也蛮多，我们也借着这个电视剧可以看到她的感情面。至于找来陈妍希重现邓丽君的一生，邓丽君的哥哥透露两人其实有蛮多共同点。邓丽君三哥邓长富，他跟邓小姐是美国南加大前后期，就是学妹啦。有一天，陈妍希到我们基金会来，也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，跟我房间里面有一张照片叠起来，这样前后一看，蛮有点像的。尽管邓丽君出生于台湾，但70年代成名时在大陆拥有超高影响力。这部电视剧由大陆的公司投资出品，台湾的邓丽君文教基金会授权拍摄。两岸3个华人共同努力，就是希望邓丽君的风采和故事流传下去。